后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小姐伫百货公司开7万块买一个大牌子的大衣，事后来发现讲比官网贵3倍，气噗噗咯，走到专柜来理论，愈讲愈生气，讲甲情绪失控，因翁婿甲警方甲苦劝拢无效，结果是互扣手铐、管教约束。哎，你后退，他太激动，后退。不要激动，小姐，你的情绪激动，疯狂。过程中因熊女不断的抗拒，警方才施以上铐管束，均于考量最小侵害且符合比例原则之方式处置哦。亦呼吁民众遇有纠纷，应采取理性、合法之方式解决问题，以避免误触法网。下当看到这个小姐情绪是真激动，就算伊的翁婿已经伫边仔甲扭，原来是扭无落里来，而且佫甲人点过物件共拍害。警方伫现场苦劝，共款嘛无效，只好甲扣手铐甲约束。有民众质疑这个警方执法过磅，警方这个特别来澄清，讲当时为着要来制止着民众失控的行为，才会用警察的职权甲管教约束。